这个版本还没给我的图腾专业的任何一个人听过呢，感觉怎么样？很不一样哦。原住民也可以走气质路线。突然想到赛德克巴莱，觉得很奇怪的冲突感。好，今天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来哦，一样我带部落的弟弟，一样从都兰来的，然后他是拉萨洞的，我是拉千禧啊，就是我下面的卡布的弟弟啊，我欢迎他们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我们记得，你们蛮 gay 掰的嘛。来喝一下，喝一下。哎，你们有买饮料吗？买一下嘛，促进部落产业。很久没有来花莲表演了，也很久没有来到就比较小的场地，我不晓得今天还舒服吧？好听哦，当然好听啦，而且我还没有把我最强的拿出来。唱一首我的母语专辑里面的算主打歌吗？这首歌叫《我们的约定》，掌声！尤其在刚挂的那个雨滴来了。